小朋友做錯一道題，撕爛張紙，你溫柔咁問你係咪嬲呀？佢即刻大叫我冇嬲。你可能覺得明明就係嬲，點解仲要否認？但佢可能其實係尷尬、驚被鬧、失望，或者根本未準備好講，亦可能你用嘅詞同佢心入面嘅分類唔一樣。呢個分歧唔需要即場爭輸贏，幫孩子講情緒，唔係搶先替佢落判詞，而係提供一張可以修改嘅地圖。今日會用5步，幫你由觀察行到安全行動，而唔係用一個情緒字壓住佢。一個情緒字只係地圖其中一點，完整啲可以包括頭先發生咩事，心口、肚、塊面或者雙手有咩感覺，可能係失望、嬲、驚定尷尬，而家需要空間、安慰、資料定幫手。最後可以用咩安全行動表達，地圖亦要容許空白。有時孩子只知唔舒服，未必即刻分到係邊種情緒。大人可以陪佢留喺未知，而唔係逼一個答案。呢張地圖唔係要孩子每次分析到好似心理學家，而係由大人搭少少棚，等佢慢慢有字、有身體線索、有選擇，唔需要只靠喊、掟或者收埋。2026年 Child Development 研究有334名中國學前兒童較強嘅情緒辨認同詞彙能力與較好情緒調節相關，家長評分 Beta 0.28，教師評分0.19。當中181人做14日日記，孩子每日較多標籤感受，亦同當日較快恢復有關。重點係有關，唔係證明父母講中一個字就令孩子平靜。研究唔係家長命名嘅隨機實驗。2018年 Mental State Talk Meta-Analysis 整合22項 False Belief 同18項 Emotion Understanding 研究，總樣本2298名7歲以下兒童。家長談內在狀態同孩子理解有顯著但細小關聯。純 Emotion Talk 指分析效果約0.07，全部研究要求親子用英文評估，文化外推要小心。研究亦顯示唔同內容、質素同情景可能有差異，所以唔應只計一日講咗幾多個情緒字。呢個結果提醒我哋，唔係不停講開心、嬲、傷心就夠，適切問題解釋同孩子真正參與先重要。第一，猜，用觀察加試探，容許自己估錯。第二，量，用強度同身體位置幫佢分辨。第三，練，串起事件、感受同可能需要。第四，選，將需要變成一個安全可做到嘅行動。第五，重播，等平靜後用故事或者剛才事件擴充詞彙。呢5步唔係測驗，孩子唔回答亦唔應失去安慰或者安全支持。危機時可以只做頭1、2步，平靜時先慢慢補完。情緒語言係長期學習，唔係每次爆發都要即場上完一堂。讀心式講法係你就係嬲，你明明妒忌。試探式講法係我見你撕咗張紙，望住地下，似係失望定係有啲尷尬。如果都唔係，你可以話我估錯。觀察先行可以減少孩子覺得被定義。2個選項俾一條空泛嘅你，有咩感受容易答，但選項唔好太多。孩子話你估錯時，唔好辯論佢其實係咩，答多謝你話我知，再好奇落去，同樣叫嬲，可以係1分嘅煩，亦可以係10分嘅爆。你可以問0到10，而家去到幾多？喺心、口、肚、塊面定隻手最明顯。年幼孩子未識數就用細魚大魚、細火大火，或者用手比高低，目的唔係量得科學精準，而係幫佢發現升溫前嘅身體信號。當孩子早一點認到手揸緊、塊面熱，先有機會喺掃跌物件之前揀另一個行動。例如，因為你溫咗好耐都做錯，所以你好失望，可能想我由第1步幫你睇。呢句連咗事件、感受同需要，但仍然用可能俾孩子改。避免講成你因為怕失敗先咁懶，因為呢句將推測變成性格判決。早期縱向研究亦見到，家長提問、家長同孩子講情緒，與之後情緒知識有同步同前瞻關聯。不過係觀察研究，唔代表單向因果。知道情緒唔係終點，下一步係問你需要空間、安慰、資料定幫手，跟住將需要翻譯成一句行動。我想抖2分鐘。請你示範第1步，我唔鍾意你笑我，我想你坐喺度，但唔好問住。
需要亦唔一定即刻可以滿足，例如想取消所有功課，大人可以承認想逃離壓力，同時一齊喺較細、較現實嘅下一步，安全界線仍然要有。如果孩子話需要打人發洩，你可以答：我知你想將鼓力推出去，人唔可以打，可以揸實毛巾踩地或者行開。接住需要唔等於批准任何方法。風暴過後，用剛才事件重播一個位，頭先你話嬲，會唔會其實仲有失望同怕醜？下次手開始揸實，你想用邊句？亦可以睇繪本或者卡通問佢表面嬲，心入面會唔會驚失去朋友？2023年 RCT Meta Analysis 顯示完整情緒社教養介入，對幼兒情緒能力平均 G0.44，但係課程加練習嘅整體效果。情緒詞彙靠日常低壓時反覆建立，唔係危機中一次講晒。對3至5歲可以講你眼濕濕，似係傷心定嬲，可以指公仔俾我睇，一次只用2個常見詞，配表情圖、顏色或者動作。孩子揀咗嬲，你可以再加一小格，係細細嬲定大大嬲，唔好一次過問失望、羞愧、自妒、焦慮4個抽象詞。呢個年齡仍然依賴大人搭棚，答唔到唔等於故意收埋，可能只係詞彙同反思能力仲喺發展。6至9歲可以問得多少少，係失望多啲，定驚俾人話多啲。而家0到10去到幾多？身體邊度最先話你知？呢個階段可以開始講，同一時間既嬲又傷心，並唔矛盾。再一齊整一張個人提示卡，去到4分，我想飲水。6分，我要離開2分鐘。8分，我需要大人幫我確保安全。呢張卡係家庭工具，唔係醫療量表。重點係早一點有共同語言。10歲以上最重要可能唔係更多詞，而係少一點逼宮。你可以講我有個估法，但唔知啱唔啱。你想我而家聽定夜啲先傾？青少年唔想即刻講，唔等於拒絕你。你可以保留一條安全底線，你可以暫時唔解釋，但如果有自傷、被欺凌或者人身安全風險，我需要介入。其餘情況，尊重時間同私隱，往往比喺飯桌、親戚面前公開拆解情緒更容易建立信任。好嘅示範係，我而家有啲急同煩，所以把聲大咗，呢個係我要處理嘅。我飲啖水，再用正常聲同你講，唔好講你搞到我癲，你再喊我就崩潰。前者示範情緒、責任同安全行動，後者將成人調節責任放咗喺孩子身上。家長唔需要扮永遠冷靜，反而可以示範察覺、停低、修補。孩子見到大人有情緒但唔傷人，先明白講出嚟唔等於失控。有語言發展差異、自閉特質、選擇性緘默、聽覺或其他需要嘅孩子，未必適合被要求即刻口頭分析。你可以用表情卡、玩顏色、指身體位置、打字、手勢，甚至只係坐近或者退後一步。工具亦要個人化，有孩子唔中意表情卡或者眼神接觸，就唔好將某一種教材當唯一正確答案。非語言回應唔等於壓住情緒。若孩子長期難以理解或表達需要，明顯影響學習、關係、安全同日常生活，可以向兒科、學校、社工或心理、言語治療等專業查詢，而唔係責怪佢唔肯講。香港6週 Tuning into Kids 隨機對照研究有104位3至6歲兒童家長，課程後懲罰式教養同家長壓力下降，鼓勵表達同孩子情緒波動嘅改善較遲出現。呢個本地結果令人鼓舞，但完整課程包括覺察、同理、命名、界線同解難。唔可以將成效全部歸功於講出情緒名。99位參加者係媽媽，主要自我報告，跟進只得6週，亦限制咗外推。下次孩子有大情緒，唔使追求一開口就命中答案，先講你見到乜，提供2個可能，容許佢改，再由身體需要行到安全行動，平靜後先重播。如果今日5步幫到你，請讚好同訂閱講爸講媽急救包，留言寫低我可以估錯，但我會保持好奇，當係俾自己嘅提醒，再分享俾另一位家長。我哋未必要次次估中，但可以一齊俾孩子多啲字，慢慢講得出心入面發生緊咩事。